繼上次介紹完站建相關展覽後，而今次就介紹位於九龍站、前屬港鐵展廊展覽的港鐵尋未來展。展覽主要介紹港鐵未來工程有關新線路、車站建造及落成資訊，當中備受矚目的東涌冼延線、屯馬線、屯門南延線、北環線等。參觀人士可透過寡人聲音導航沉浸式體驗參觀該展覽，而呢個展覽亦同站建一樣為限定期間，不過展覽舉行時間比站建更加短，只由11月中至12月頭舉行。而去當日正正是該展覽舉行的最後一天。首先喺外面登記，並透過職員派發一個扭蛋代幣同一張決定參觀次序嘅飛。拎齊兩樣物件後，就到一班人面前聽職員導賞講解。當聽完簡單開頭講解後，便會打開一個大大正門，正式入去展覽場地。入到去，見到有關未來各條新線路建造同落成的資訊。可見導賞員正在介紹未來新線路的路線圖，而旁邊仲有少少互動區域。由於剛剛拎到嘅飛為 B 分類，所以要喺出面繼續逗留一陣，待呢批人士入去之後，先至可以入。待了一陣，前批人士消化後，終於輪到我哋一批入去。同樣地，見到部1:1未來願景列車模型。喺模型前同樣聽到導賞員講解，之後稍行回幾步，剛剛進來的時光隧道，睇一套幾分鐘由古代穿越未來鐵路發展，有寡人聲音導航影片。為你建造從前單調嘅生活都逐漸變得多姿多彩。你睇打卡位仲越嚟越多添。使咁大一陣。每條路軌、每架列車都打通咗全港交通嘅任督二脈。唔單止連繫社區，無論衣食住行定旅遊娛樂，都總有一個港鐵站喺左近。快啲嚟，一齊打個卡先！咔嚓！請緊握扶手，下一集係未來新鐵路嘅建造工程，而家全速進行中。有深入社區嘅屯門南延線、東涌線延線，又有前景無限嘅洪水橋站同小蠔灣站，有位處新發展中心嘅東鐵線古洞站。仲有規模最大、助力北部都會區發展嘅北環線。香港未來有咁多新發展，真係令寡人期待。
波之旅已經結束，記住 follow 新鐵路發展，等我哋一齊今日起建好未來。睇完幾分鐘影片後，繼續向前行，經過該模型列車，但今次展覽不作開放，有關原因稍後作講解。之後就嚟到一個未來鐵路照相館影相地方，見到設有工程反光衣及頭盔，供參觀者可以喺隧道環境扮演工程人員打卡。打卡區隔離亦都設有一個影四格相片嘅地方，參觀者望向鏡頭連續自拍4次，並數碼下載相片。而到參觀最後流程都係行一條斜路離開，斜路旁介紹物品同樣與之前展覽沒有什麼分別。在出口前使用進場前職員派發的扭蛋代幣，將代幣放入扭蛋機並將蛋扭出嚟，而該蛋裡面的紙張顏色是決定換取什麼紀念品。而由於當日參觀為最後一天，所以職員索性全部都派晒俾參觀人士，最後整個參觀流程便完畢。至於為何今次展覽入邊該模型列車不開放給公眾參觀呢？聽在場職員向部分人指，由於展覽場地電源與部分設施如光影隧道所用到電源是相連，因此另一部分設施不能得到足夠的電荷維持運作。而值得一提，由於呢個展覽前身港鐵展廊與站建主題及大部分展品均出現重疊情況，故此預計該展廊展品如1:1願景列車模型及不少展品均會移師至站現繼續展出，故此九龍站展廊需要結束其展覽以進行展品遷移程序原因。今次介紹到此結束，謝謝收看。